那匕首上用的是硝石矿脉之毒，那是东一城的风啊。刺客是司古剑的弟弟。你管他谁弟弟？我先给你解毒啊。东一城啊，用毒露属碎片，倒也难不倒咱们三处。要不然先试试。我信师兄的。这是内服，我现在给你外服，我得现磨啊。并未解毒，怎么会呢？看来是毒入了肺腑了。侵入肺腑，这怎么治？其实做个手术就行。手术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剖开伤口，清理肺腑。世上哪有这么解毒的？这开膛破腹，人不就死了？什么都不做，也是等死。这闻所未闻的事情，谁能胜任呢？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。我来，我的手是最稳的。一会儿场面会有点血腥，婉儿，要不你先出去，我陪着你。有几成把握啊？哎呦我天哪，你自己都没把握呀？不试试就死定了。哦，那得试试啊。动刀吧。等等，动刀之前还有几个事儿要准备一下。你说，慢点，慢点。手术床啊，无影灯，什么？全面消毒。你们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啊？这都要开膛破肚了，最起码打扫一下卫生吧。哦，好。这世上有种东西叫细菌，什么细菌？啊？肉眼看不见的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别废话了，按我哥说的做。哦，好，躺下。小师弟，我用焚毒散擦了很多遍，又用避秽香也是熏了很多次，按照你说的都清理干净了。你说的那个细什么的应该没了。药好了。马钱子不行啊，会睡过去。这不睡过去怎么开膛破肚？不能睡。具体怎么手术，我得指挥。你自己不行吗？可我只划过水果。师兄，用格罗方吧。这个从古至今啊，从天到地，就没人敢这么用过。今儿咱们就开个先河。
要擦汗，他才是主导。哥，开始吧。哦，没事儿，开始吧。别紧张，小心哥，没事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怎么一直不动啊？你竖过来。你手挺稳的。我只划过水果。没事儿，足够了，别怕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不知道人的皮肉有多厚，不知道怎么下。我靠，早知道给你找山猪了。这该怎么办呀？哥，继续。他笑什么呀？用的格罗方，那是迷药，估计是出现幻觉了。哥，你伤口流血了。截图，止血，然后按我教你的缝上。别紧张，哥信你。好，缝上，用什么缝？用针，那用什么线？用棉麻线？桑皮线，桑皮线怎么做？用桑树根把树皮剥掉，用内部经络做成线，缝于皮肉，最终长成一体，像这样。那具体怎么操作？先让若若用心医治，事后再详尽告知。哎呀，是我疏忽了啊！你赶紧先救人，先救人啊！婉儿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你还是原来好看。啊？图书馆，冰淇淋，下课了。那哥们儿，你一会儿替我点个到，咱们一会儿。陛下，陈院长求见。班主任来了。陛下，弄咋这败嘞？什么意思？坏坏的孩子。
说话呀！听闻谢了。没放错。范小姐，此等医术可退鬼神。恕李某斗胆恳请范小姐看在倾国百姓的份上，传赐绝学。等哥哥醒了，我再问问他。我现在叫醒他。伤成这样了，合适吗？哎呀呦，惭愧呀！你看我这糊涂的，光想着这医术传承了。行，该收拾东西。哎呀，让我小师弟好好休息。来，哎呀，让小范大人好好休息。明天我再送汤药来。好学呢。你的嘴紧张，嘴唇要破了。我也是，手术都做完了，才开始后怕。老爷，宫里急报，饭前病情稳住了，无性命之忧。不出所料，就你心慌，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为人做事，稳字当先。哎呀，这下行了，最难的一关过去了。老爷，要不我还是去宫里看看吧，没有人照顾怎么行？若若和婉儿都去了，不多我一个。不行，这怎么又不行了呢？范闲成亲，那是对我磕的头，我就是他亲娘。婉儿和若若在侧院休息了，劝他们两个不要一直守护着你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您来的真巧，我刚醒。阁楼坊药效如何啊？三处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，我是掐着时间来的。现在怎么样？疼啊！还有什么？
真气没了，经脉紊乱，真气离散。还好，命保住了。还能恢复吗？苦活独门功法，天一道。据说能有恢复根骨之能。可外传吗？从不外传。好歹留个念想。玄空庙刺杀有结果了，陛下说要第一时间让你知道。那我可得好好听听。第一，那个侍卫，境外胡人，看着不像，有庆人血脉，相貌不可分辨。怎么入宫当了侍卫？当年庆国和胡人交战，占据上风，胡人派出一队人马来到京都，求和称臣，求和失败。庆国威风四海，胡人悲惨离境。那人此时就留在了京都，事过境迁。不知为何庆公当了侍卫。当年入宫的手续谁办的？办案的人已经死了，这是悬案。这么多年不动手，没机会。侍卫太多，要想靠近陛下，机会渺茫。这次是巧合。那个太监呢？他和你息息相关。我可不认识他。当年你娘之死，引发京都一夜血流成河，所有参与之人被黑旗斩尽杀绝。这个太监就是当年王公后人，被仆人救出，长大之后重回京都，挥刀自宫，成了太监。为了报仇？仇恨是最顽强的力量，它会在人的心里边生长，随时间茁壮，最后成为人一生唯一的主题。这话听着，怎么像是有共鸣？我只是在剖析刺客的心中所想啊。那匕首怎么藏的？3年前他就负责打扫玄公庙，那个时候就把匕首藏起来了，现在才可以得空使用。白衣剑客呢？陛下眼光独到，此人正是四顾剑的弟弟。这回真是四顾剑？这次不是四顾剑，四顾剑杀尽全族，唯独放过了他的弟弟。这世上唯一想杀四顾剑的，正是他这位亲兄弟。这3个人彼此认识？不认识，没有牵连。配合这么默契，是巧合，没有商量，没有预谋，3方互不相识，轮番刺杀，这样同时开始，反而形成了杀局。这是一场神仙局，无法预判，不可复制。神仙局，如此巧合，如此天衣无缝之局，非凡人莫属。凡人不行，您可以的。话可不能那么说，我哪有那样的本事啊？如果就算有的话，刺伤我的是影子。我瞧见过影子出手，他用剑时尚不好判断，弃剑之后就漏了根源。神仙局，这神仙是不是坐轮椅啊？别看了，我刚醒，不可能藏人，这儿就咱俩。太鲁莽了，真气离散，重伤未愈。如果真是我设的局，
是你吗？我只派了影子，其他2个纯属意外。你想杀我？不是我，影子一直想跟五竹交手，没有机会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也就凑合了。那一剑是个意外，你忽然之间真气全无，他没有及时收得了手。所以是个意外，对吗？绝对是意外。那你是想弑君？陛下对我信重，我没有理由弑君。那得问你啊。做臣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忠诚。替陛下解忧。你让我好好理一理。刺杀陛下是替陛下解忧，咱们这陛下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把火还记得吗？动作快，快快救火！快点，动作快！3个刺客都可以找到出处，唯有那把火，检察院全体出动，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更有趣的是，结果报上去之后，陛下没有深问，轻轻放过。火是陛下放的，陛下落子，从无嫌弃。那把火不够，所以才有了影子那一剑。什么叫不够？这又是放火又是行刺，究竟想要什么结果？悬空庙谋杀，震惊朝野。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担责，这就是结果。大内统领护驾失职，其罪当诛。陛下保重，臣告退了。我杀了宫典，贬出京都，放逐定州，发配北郡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大个阵仗，就为了一个宫典？他是叶仲的师弟，叶仲连上8篇奏折请罪，结果跟宫典一样，昨夜已经放逐定州，发配边郡。叶家垮了，这就是陛下想要的？不对呀，这叶流云也是叶家人，陛下何必得罪大宗师？陛下怎么想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四姑见的弟弟就是影子的事儿，陛下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以下之抓捕。那这和行刺有何区别？为了陛下真正的利益，我不介意让陛下受到惊吓。这话听着可不像忠臣。结果最重要。要是那一剑刺中了呢？陛下不会死。没有人真正了解陛下的底牌。我该不该把影子的身份告诉陛下？可以不说。那你就不该承认。你刚才说刺客就是影子，这件事应该埋在心里，不应该问我。是。如果真是你布的局，我问出口就已经死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如果是别人，我就不问了。若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答。悬空庙刺杀之局，真相就是这样。好好养伤吧。
陈萍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陛下，他说了3名刺客的身世，还有呢？他还说这场火有可能是陛下自己放的。哼，这个老东西。还说什么？还说陛下这么做是想赶走叶家。与叶家无关，但是与叶家的一个人有关。叶流云，叶流云在江南，听说是云罗天下。朕给他下了12道密旨，让他回京都，他居然置若罔闻，抗旨。对，抗旨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大宗师，这些人现在非常人所能匹敌。4部剑，一人一剑，守东一城数十载，100万雄兵难以靠近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宗师。这些人置王法于不顾，视规矩不粪土。你说他们还是人吗？是战略性武器。错，武器没有喜怒哀乐，可能束缚他们的也只有人性了。这些所谓的大宗师，其实是这世上的顽疾。那您还赶走叶家？我是想看看叶流云是否还有所谓的亲情。那他要是真急了，怎么收场？他叶家还有人在京都啊。叶灵儿，我跟您一起去定州。灵儿，爹，对不起你。把你留在京都，并不是为了保护你。知道爹为什么去定州吗？守备失职。那是责罚，所以，我们叶家必须有一个人留在京都。你，就是爹选出来的质子。只要你在，上面就安心。莲儿，对不起，爹只能选一个了。从今以后，再不要搞行侠仗义那一套了。记住，在京都，没爹的孩子，最好什么都别做。我明白。最近你对二殿下观感如何呀？为什么问这个？你可以嫁给他，但是别把他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如果陷进去了，就没有退路了。我懂了，我就是叶家的退路。宁愿你不懂这些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世上总是事与愿违。谁都别恨，好好活着，我的女儿。
只要是有人在，就留有余地，不是吗？叶灵儿之所以留在京都，是因为和老二的婚约。您从赐婚那天就想到今天了，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啊？降空庙朕腹背受敌，你放下了朕，去救老三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时那一剑，臣要是不挡，三殿下可必死。那在你的眼里，朕的命还不如老三？前有剑，后有刀，臣只能挡一个。当时看来，那一剑威胁更大，救三殿下，只不过是顺势而为。你完全可以拿老三当挡箭牌啊，你就不至于受伤吗？事发突然，臣来不及想那么多，只想着挡剑救人。你好生歇息，等你好一些，朕带你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。这信仰我就在想，怎么突然要给你赐婚？原来是把你当做皇族和叶家的天头了。按作用来讲，这应该算是和亲吧。要不姑姑给你添点嫁妆？姑姑，咱们是同盟。你都一败涂地了，我跟个废物同什么盟？您现在不还住在我这儿呢？你杀了我，出口恶气。哟，咱们可不能真疯。想想你自己，婚约便是盟约，叶家被贬，你也会被拖下水。他们一天不回京都，你中皇位的前景就一片暗淡。不过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还有路吗？有啊，杀了叶灵儿，斩断与叶家一切的关系，和他们一刀两断。李安，去趟叶家，转告叶灵儿，婚约继承，休戚与共，终有一日我会让他叶家重返京都。姑姑啊，我觉得雪中送炭好过锦上添花，况且此刻叶家需要依靠。你杀了叶灵儿，岂不更干净？不然叶家出事儿，你也跟着完蛋。叶流云还在，叶家不会垮。好吧，无聊。劳烦问一句了，姑姑，方才您是真的想帮我吗？我就是想看血流成河。那让姑姑失望了。我现在就启程回谢营。这么突然？无戏可看，待着干嘛？老爷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父爱如山，您才是人间第一凤。老爷起了。起了。得去趟户部，饭前弄来的银子得用在赈灾上。哦。多散了吧。老爷不进宫去看范闲，也不让我去，看来对的。那肯定对。人在后宫就得多考虑一些。确实不合适。想明白就好。
怎么了？是头发乱了？这发冠换个颜色吧。什么颜色不颜色的？怎么我打了一个盹起来，都如此的古怪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们都听说了。听说什么了？哎呀，想了。哎呀，老爷。范闲的亲娘是不是叶青梅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就是真的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切莫传扬。可这传闻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怎会如此呢？不仅如此，还有什么？范闲是不是陛下的孩子？这事儿也传遍了。真不是老爷您的错，陛下荒唐了。府内交代下去，以后再听到这类传闻，全当谣言处理。那当然，实在不行，我做人证，大不了说范闲是我伤的。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老爷，发冠还是换个颜色吧。顾左，您这真是准备回信阳吗？那我还能去哪？我看这都要搬空了啊。舍不得啊？那倒没有。姑姑，这名册与账本本身就是我们共有的，里面的内容但凡泄露一点，与敌国走私这罪名都算是轻的了。姑姑会害自己吗？啊，当然不会，安全第一嘛。就是因为京都太危险了，所以这些呢要姑姑替你保管。都到这局面了，姑姑还不信任我？我若是信不过你，我偷偷就搬走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两本我要留着。殿下，我有要事禀报。姑姑慢走，姑姑常来，我还有事儿，不送了。等一下。书，给姑姑路上解个闷儿。说，殿下，不太对，城内传闻四起。什么传闻？街头巷尾都在议论，说范闲生母就是当年的叶青梅。叶青梅，范建和叶青梅，难怪内府会传给范闲。不是范建，范闲是陛下的儿子。这种街头传闻你也敢信？这消息传遍街头，监察院没解释没阻拦。若是假的，早该抓人了。殿下，没反应就是真的。难怪我早说过我们像。都给我停下！再说一遍，他是谁儿子？陛下，我说他娘是叶青梅。你跟我进来。有人擅闯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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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检察院既有重地，你一个户部的闯进来作甚？
收了吧。范闲身世，满城皆知。我知道，你知道有什么用？如何收场？还有，这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京都，动作之快，匪夷所思。得查，除了监察院，还有谁能做到这？是你们。准确的讲，应该到午时之后，消息才可以传遍京都。陛下的意思，这种事只有陛下点头。为什么？范闲舍身救驾，陛下感动，那就把他往绝路推。臣子变皇子，那是升迁。范闲身世藏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他安全吗？叶青梅这3个字代表什么？有多少人爱他，就有多少人在恨他。仇恨这东西，一旦染上，就不会褪色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不要他死！公主，冷静。我很冷静。叶青梅的儿子必须要死，怪不得要把内姑交给他，这是要物归原主呀。以范闲如今的身份，陛下不会允许有人杀他的。可这是陛下欠我的。这么多年，陛下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，他不方便做的事情是我在去做，他不愿意查的人是我在帮他查，是我，不是别人。我为陛下尽心尽力，就算他要我赶出京都，我也如他所愿。姑姑，这还没有完。就算我人不在京都，我依旧是陛下手中的利刃。他想飞翔，我就要袁宏道配合他。飞翔不是姑姑的意思。我为什么要飞翔？我和那个姓林的早就两清，是他想飞翔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让袁宏道在姓林的身边那么多年。是我这么多年，陛下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可是他现在依然要那个女人的儿子把内宫从我手中夺走。没有这次，我不管陛下怎么想，我就是要范闲死。范闲在宫里，你想怎么杀他？是我的广信宫吗？是啊。我的广信宫，范闲住着，陶虹走了，他却住了进去。等等，等等。其实换个角度想，以范闲现在的身份，最慌的应该是太子。你让他死，禀告殿下，皇后驾到。你们这帮蠢货，为何不早禀报？是我不让他们声张，怎么不欢迎我来看你吗？母后，
儿臣恭迎母后。都下去吧。哎，别关门，母后怕黑。母后许久未出寝宫，是不是这次慌了？范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？我正要去找您呢。范闲掌控内库，又入主监察院，他现在的权势地位更胜李承泽。如若传闻是真，你怎能安心？先不说是真是假，即便是真也没什么呀。我跟二哥争，是因为二哥在抢他不该抢的东西。若范闲也是皇子，他姓范，即便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兄弟，他只要姓范，他就没有权利跟我争。私生血脉不入宗室，母后，就他的血脉，最多只能算内库和监察院的大权，不能落入旁人之手。那我更应该跟他一路了呀。他恨二哥，我也恨，这不天生盟友吗？如果我想范闲死呢？就是因为他的父皇血脉，因为他是叶青梅的儿子。这叶青梅不早都死了吗？这宫中嫔妃颇多，也不差这一两个吧？母后，叶青梅因我而死。叶青梅的死，虽然没人再提，但是我多少知道些。她当年不是死在皇后一族手里吗？皇后一族也因此遭到屠戮。那我们就等皇后出手，冷眼旁观不好吗？皇后的心机和手段我都佩服，可唯有这件事指望不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有自己在乎的人。你没有。我有。叶青梅，我要叶青梅的儿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也就是说，杀叶青梅是您的族人所为，并非您亲自杀她。没错。那当年的族人都被他们残杀殆尽了，一夜之间，全族尽灭。那这事就算是过去了呀。过去了。那一夜，黑旗满城搜捕，甚至杀进皇宫，闯入寝殿。我想拦着，但是没用。他们在我面前撞翻灯火，让宫女遮住我的双眼，只有至亲临死的哀嚎在我耳边回响。灯火炬灭，乌云遮月，哪怕天那么黑，哪怕我的双眼被遮，但我还是看得见，全都是血，到处都是血。你觉得这些都过去了吗？那杀他，不是您亲自下的命令吗？重要吗？那这事儿就等于跟您没关系啊。对了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不多吧？很少。那就更安全了。行凶者死了，往事烟消云散，那我完全可以跟范闲同仇敌忾，一起对付二哥了。凶手已死，烟消云散，可他们是我的家人，也是你的家人。可若是范闲发现了此事，和我反目成仇了怎么办呢？
这怎么办呀？母后，要不然您去跟范闲认个错。您看啊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而且行凶者已经付出了生命，那既不是您杀的人，又不是您下的令。如果我们那摊开了，给范闲认个错，这事儿不就等于过去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给他认错？好，儿臣知罪。死了那么多家人，儿臣也是悲痛万分的。那二哥虎视眈眈的，正盯着儿臣。太子之位摇摇欲坠，我找范闲，让他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母后。好，你相信我，有朝一日，如果真的到了那天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范闲的，为咱们家人报仇。不是您从小教育我，说成大事者必须忍字当先吗？你说的全对，我很欣慰。原来你才是最像他的那一个。母后，儿臣这些话也只能讲与您听，因为儿臣是您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好，你想要的都如你愿。别一直磕了吧，不合适。再合适不过了，你可救了他的命。那也没必要磕这么重吧。没事儿，他自己愿意。自从你救了他，程平天天提起你呢。对了，你伤口还疼吗？啊，没事了。哎，晕了。没事，歇会儿还能磕。这婉儿和若若呢？怎么没见呀？啊，若若啊，让太医拉去教医术了。你可真行，这开膛破肚那本事，这你也传出去？医术本就是救人。那婉儿呢？回家取些衣服啊，我想着还要在这儿住一些时间，顺便把轮椅也带来。轮椅家里也有。之前装病的时候，陈院长送的。传闻是真的。我不知道。若是真的，那程平跟你的关系就更近了一些。我真不知道。我想让程平拜你为师。
要不等他醒了，问问他自个儿的意思。该喝药了。哎，这事我能做主啊。要不还是现在喝了吧。干嘛非得下毒啊？放开我！放开！小关大人，这宫里怎么还能下毒呢？这……怎么是你啊？宫点被贬，我临时顶一下，你安心养伤，刺客我来打。今儿可不止这两个，动手行刺的都是在广兴宫行走多年的熟人作案。我会把广兴宫的人彻底换一遍，行刺的事情也会告知父皇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多谢。要不要叫太医？啊？没事，他这还没磕完呢。我这边的情况您也看见了，三殿下跟我走的先，会更危险。你看啊，现在这朝堂上上下下，唯一能保护他的就只有你了。不用接着磕了吧？拜师心一定要诚，我们俩说好的，磕晕了算。刚才已经晕了，这不是醒了吗？醒了就不能算。您就不心疼自己儿子？为母则刚，再使点劲儿，我没听见响。陛下口谕，京都的人太多了，鱼龙混杂，是该筛一筛了。麻烦一问，怎么个筛法？请二殿下仔仔细细查一查府内上下是否有不该在京的人，若有，便立刻遣送离京。那还用筛吗？直接点我的名儿不就得了？公公放心，我一定认真筛查。口谕一传，老奴告辞了。公公好走。赶快让他走吧。姑姑，杀范闲可不是儿戏啊！不是我杀的。广兴宫动手那些都是跟随你多年的，虽然审完都说自发，没人信啊。我会蠢到用那些宫女太监吗？再说我知道范闲是学毒的，我还对他用毒？那会是谁？我是疯，又不是蠢。你意思是皇后指使的？这事儿不对啊！皇后杀人怎么如此儿戏？不好猜，我也懒得猜。姑姑，如今陛下逼你回信阳，打算如何应对啊？范闲要接手内库，必须要掌控三大坊，他一定会去江南。京都不好动手，可江南是个好地方。也不好说，虽然没了武功，身边护卫也不会少。叶流云在江南。怎么？大宗师会帮姑姑杀人？你猜？姑姑，你我联盟这么久，到底对我藏了多少秘密啊？姑姑这是打算亲自去江南等范闲？姑姑今日便乖乖的回信阳。范闲若在江南发生任何事，
都跟姑姑没有关系。你好自为之吧，我今日便离京。那就不送了。我也再试试，如果能够在京都杀范闲，就不辛苦姑姑了。怎么杀？你要进宫？我也不蠢。姨娘，不用再装了，这些就够了。休养几天，很快就回来了。这可说不准。婉儿，范闲身世的传闻你该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就此留在宫里不回来了？他一定会回来。你意思是，他身世传闻是假的？真假我不知道，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傻孩子，这怎么能不重要呢？大婚时，我们是在范府拜的父母高堂，他姓范这件事不会变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跟你说过？不用说，我了解范闲，他一定会这么选。这孩子运气真好，能娶到你。是我运气好，才能遇见他。